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呢，我来到大家介绍的客家歌的很多障碍状，也是体育的歌手，很多秋林作词作曲演唱的哈，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秋林哈。那我们来跟着阿文哥来谈亚述客家歌的分析一下客家歌的发音。我会用台湾的北四线腔的方式来为大家来解释啊。一发一种三田花，画一种山田花啊，你画一张山田画，画一种山田花。田园闹波耶，亮光。田园啊，田园就是田园。后背啊，田园后背，黑两光啊，田园的后面是领缸啊，田园的后面是领缸。他要唱成鳌背啊，那是他的家乡口音呐、啊。田园后背。黑两光，走在附近，坐在户坎，好，那我们客家话门槛都户坎，坐在户坎，阿婆讲，坐在户坎，阿婆讲，坐在户坎就是坐在门槛上面。阿婆讲，阿婆讲，坐在户坎，阿婆讲。门前放天黑莲塘。佢講乜嘅呢？阿婆講乜嘅？哈，門前放梯，門前的皇帝，門前放梯，黑蓮堂，就是說，這前面的皇帝啊，在頭擺故事後啊，阿婆黑上加黑蓮堂，就是種蓮花的塘的那個池塘啊，蓮塘。山山水水見相鄰，山山水水近相鄰啊，那個山山水水近就是近哈，相鄰啊，近相鄰。那個我聽到的是相鄰，可是它歌詞上面是寫相連呐、啊，它是講山山水水，那個山山水水都連在一起的意思。那我知道係相鄰，唔係相連。可能愛談一下，看到底係原本嘅歌詞形容嘅啦，我談到係相鄰啊。過來，景這個字呢，後面很有意思哈。它這個歌手的景後面會代表跟客家話嘅等的意思同樣哈。山山水水近相鄰，好，咩可以唱山山水水近相連。一條溪水哈，那個溪呢就沒西煙強的啦，一條溪水哈，一條海水啊，太海的海哈，溪水我們講海水，一條海水係阿妹床，情係阿妹床啊。一條溪水情是阿妹長啊，一條溪水情是阿妹長，一條海水情係阿妹長。那個 K 水的話，就有點像閩南語的 K 水啊，因為它那個不知道它是哪一個地區的口音啊，有點像閩南話啊。西煙強應該講到一條海水情係阿妹長。山外有山，藏外藏。山外有山，好，山外有山，山外有山，藏外藏，莊外莊。
各位朋友们，那个 oi 外面的 y 呢 ，y 呢要 oi 啊，有鼻音的 oi 啊，山哀有山，撞哀撞，好。山杯村中唔當切家莊，山杯村莊唔當七家莊，山杯村莊就是山背後的村莊，唔當不如哈，不如的意思，不如七家莊，不如我們自己的村莊。山杯村莊唔當七家莊，好，自己要自己的意思啊，自家了哦，七家七的音哈，七家莊。然後都今後改下用 PPT 的方式加上正確嘅口詞，用睇下看。鸭不安摩啦，哈，鸭不就是夜，就台北人講安不特補哈，鸭不安摩啊，那聽起來有點像鴨不安摩摩哈，鴨不安摩。點燈站，點燈站就是他剛才講的點燈的意思哈，鴨不安摩點燈站啊，夜晚了。鸭不就是夜晚，按摩的，按摩的哈，按摩點燈站。大金燈站高亮光，大金燈站高亮光啊，這邊的金呢是他那邊的特殊用語啦。如果喺台灣的四眼腔應該來講。大燈啊，打折的意思。大燈站高亮光。好，如果說我們要學着他唱的話，也可以照他的原始發音是大金燈站高亮光。哦，打着燈盞過嶺江的意思。佢從大金燈站高亮光。啊，翻高亮光。接下來這句是翻過嶺江有村莊，翻過嶺江有村莊啊，翻過了那個山頭有村莊。前進阿妹高蓮塘，前進阿妹高蓮塘啊。他這邊唱的是前進，如果你們把它翻成我們台灣的四眼腔的等的發哈，前等阿妹高蓮塘，按你唐人人也會知道較順啊。這邊的進可能係老等的意思的腔樣，是牽着阿妹過蓮塘啊。它是因為它唱成進，所以我們字幕會打成進啊。前進阿妹高蓮塘。人家妹在其中，人家阿妹啊，別人家的阿妹，在其中啊，在他的村莊，人家阿妹在其中啊，其就是他的意思，人家阿妹在其中。自家莊嘅阿妹在心上。七家莊嘅阿妹，自己村莊裡的阿妹，在心上，在心上，在心上。按四眼腔咪可以講地心上、都心上、在心上，都可以哈，都是在的發音，那是同音異字，同一個字，不同的發音而已哈。莊外要莊要煙火。莊外有莊有遠方啊，莊外有莊有遠方。紅蓮啲
的神杯奶油。无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无人知道，山杯啊，山的后面黑奈用啊是怎么样？哦，那个奈呢是要用哪的意思，是哪样啊？无人知道，山杯黑奈用。屋人屋下自家種，屋檐屋下七家庄啊，屋檐就是屋檐呐、啊，屋檐哈，屋卡哎，这边他是讲屋卡的时候呢，跟我们苗栗很像哈，屋檐屋卡这个是变音哈，屋下就是屋卡，代指是自己的家里的意思，屋卡屋檐屋卡七家庄自己的村庄。原來上古有得講，上古有時有得講，有時有得講啊。亞基法看問唔出來係基本，但係乜嘅意思？但這邊從原來上古有時有得講。而從阿妹低頭啊，一邊講低頭啊，低頭。阿妹低頭同我講，阿妹低着頭跟我講，同我講啊，阿妹低頭同我講。唔帶我去山洞看夕陽，唔帶我去山洞看夕陽。那個阿妹跟这个男生講什麼呢？講說，哎呀，哥哥，你帶我去那個山頂上面看夕陽啊。那他這邊的去，他唱成 he 啊，那個應該是他的變音啦。帶我去啊，喝的音，唔帶我去看夕陽啊，記得夕是要入聲字，唔帶我去看夕陽。唔帶我去山洞看夕陽哦，可見他這個樂手的那個客語發音呢，有一些感覺很像，有一點閩南話的口音介入了。那不知道他是哪個腔調的口音哦？唔詳細哈，他的去是發成 k， 有點像台語的 k 啊。然後他個 k 水的 k 啊，海水的海，就要講 k 水啊。好，冇相干。繼續來看PowerPoint 啦，先暫停一下。OK， 接着阿文哥打開 PPT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莊外莊的歌詞。這是第一個哈，莊外莊作詞作曲演唱就是秋林一個歌手啊，來下一頁。來為大家朗讀500一種山田花，500一種山田花。第一句哈，田園哈，田園後背係涼江，田園後背係涼江。蔬菜浮墘，這個墘是二聲，蔬菜浮墘。阿婆講，蔬菜浮墘，阿婆講，門前房梯係蓮塘，門前房梯係蓮塘。係山山水水更相連。我要變成鄰啊，我要打鄰哈，我是打鄰居的鄰哈，你也可以唱成字幕上的連啊，山山水水更相連，沒錯的，更相鄰啊。一條海水浸喺阿妹床，
一条海水浸喺阿妹床。哦，假使呢天气窗的把变做一条溪水浸喺阿妹床啊。诗人强的海啊海啊，过来山外有山，撞外撞，山外有山，撞外撞。三杯村庄唔当七家庄，三杯村庄唔当七家庄。过来下一部按摩电灯盏，一部按摩电灯盏。一篇的按摩给创造要变按摩摩啊，有点安尼附点的用意啊。一部按摩电灯盏哦，我们好乖的哈。大金灯盏够亮光，大金灯盏够亮光啊，这边金可以变灯啊，大灯点灯盏够亮光，清顺，好来，过来，梵高亮光有村庄，梵高亮光有村庄，天津阿妹够莲塘。一边边重要哈，但是要在四边等，嘛做得咯。天等阿妹高莲塘，过来哈，人家阿妹骗人的阿妹啊，人家阿妹采集中在他的村庄集，这个字是他的意思。人家阿妹采集中，七家庄嘅阿妹，自己村庄里的阿妹呢？猜心伤，猜心伤，好，庄外有庄，有远方啊，庄外有庄，有远方哈，庄外有庄，有远方，无人知得三杯是哪样，无人知得三杯是哪样，过来，牧羊牧下七家庄。牧羊牧下七家庄嘛，都得啊。这个字念成哈跟卡都可以。牧羊牧下七家庄。原来上古老史有得讲哦，睇下样片图方来讲的有查哈，有侦查到的哈。原来上古老史有得讲，一就系老史哈，老史台。过来阿妹带头，呢边佢冲成底头哈。阿妹带头同爱讲啊，这个字要用我，这个字要用爱啦，哦，爱同爱讲啊。阿妹带头同爱讲，一篇系用到爱嘅，一篇冇改到哈。唔带爱去山顶看夕阳，这个字夕阳，唔带爱去山顶看夕阳，哦。以上呢，就是耶稣障碍中耶稣客家歌嘅结束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也希望阿文哥結束也客家歌嘅朋友，歡迎來按讚、訂閱加分享，按住say什麼嘢哦。